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成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黃平仁。最近你敢是開始咧穿紅嘅桌頂啊？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換草紙嘅紅仔頭來選互伊稱。台灣之美，通好你網絡投票聽候你。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鬥陣，甲你來選草紙新草。來，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世界草紙的收集達人洪啟堯洪老師來領獎。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二位翻轉文字設計師林國慶林老師。主持人、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日本觀察家胡哲橋。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安。那麼第四位是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王國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台灣啊，目前咱用的這個草紙的圖樣啊，已經用了24檔。中央銀行啊，進前宣布要來重新設計。不過最近網絡頂頭說咧流傳草紙的新花樣。中央銀行強調講，目前網絡流傳的這個圖樣呢，攏唔是中央銀行設計。新草紙的這個票選活動，敢若用文字來描述，也佫無圖像出現。中央銀行正式啟動新台票票改版，會以台灣之美作為系列主題。即擺有12項名家主題，互民眾來網絡投票。也毋過詳細看投票的選項，全部只有文字形式來描寫名家主題所看不到各種主題圖樣。我覺得還是要看實景，不過我覺得幹嘛要再花這一些冤枉錢？只能用文字來敘述的話，會不太清楚，所以投的時候可能投了，但是最後長得不是你想的那樣。只是新票主題網絡投票活動明明愛到2月13才結束，也毋過網絡所提前提出市場名額100、500、1000到2000的名額。同樣為百合、太陽花、台灣烏心甲、台灣桃花山樣攏有，也引起討論。也毋過實際央行還未公布新版票的樣式，網傳圖片攏是 AI 生成。央行表示，目前網絡流傳幾啊張，講是新版新台票票啊圖樣，攏毋是央行發布特別澄清。該活動係以文字方式說明12項面額主題選項之構想，並未公布任何新版鈔券設計圖案。網絡上各種假借票選活動之名流傳之相關鈔券圖案，皆非本行所發布。這擺投票的名額主題包括河海共融、民俗節慶、加藝術美學到女性公會有12項主題。不過票選活動攏只以文字形式說明12項名額主題，選項構想並無公布任何新版票啊設計圖樣。雖然新票設計引起話題，不過隨着數位轉錢愈來愈方便，近日央行也鼓勵民眾過年包紅包，會當用數位形式進行紅包戶政，傳達心意。現鈔，因為拿現金感覺比較爽。長輩紅包的話是拿現金比較方便，比較有感覺啦。針對數位紅包，民眾有無同的看法。央行表示，透過發放數位紅包，唔會當避免人潮，也會當節省社會資源，達到數位轉型效果。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咱要來探討這個議題吼，其實是真趣味，因為有某一寡國家的人認為講啊，即擺無草紙吼，無紙化吼，是一個先進的潮流。但是咱台灣其實吼，就真重現金。啊，有的人講吼，無草紙的所在是因為驚吼偽造。啊，咱台灣其實吼草紙的這個偽造率哦，算低咯。啊，不過是安怎的換？他拄仔咱看到新聞大內面，也有民眾講啊，換這浪費錢。敢是安尼？所以咱才來請王老師來解說。不過吼，我要先請咱今仔日這個世界紙票的收集達人哦，甲咱講，因為即馬。咱佇網絡要投票，講12個主題啦，吼，女性之光啦，河海共處啦，安怎？咱過去吼，世界各國的草紙大概即模樣，若要互你舉3張上趣味的，你來，老師你來講互咱大家聽者。吼，你來講以趣味來講吼，我上早吼，就講大概20年前吼，世界各國吼所網絡吼所票選吼上水的紙票吼，吼，我有大概吼有5張出來，吼，伊這是吼。
斯里蘭。咱一張一張互咱鏡頭看。好來，斯里蘭啦。伊這張是吼，這個斯里蘭吼，大概在20年前，伊所發的2萬個紙票。伊頭前來講吼，是以吼這個鳥仔題材。斯里蘭吼，佇倒位？斯里蘭佇非洲，非洲的南部。非洲的南部。對，吼。啊，伊的題材來講吼，就是吼頭前鳥仔，吼貓頭鷹，吼啊後邊來講吼灰銳，吼所以來講吼，伊這個來講變成講吼是屬於吼這個賓彩多分。啊，有掛風景，都有掛動物的題材。老師，就我看這，我是無摸到，伊這敢若唔是紙質哦，伊這敢若塑膠的。20年前大部分吼，攏啊無用塑膠的。哈，伊這是棉的。用棉的。棉質，係棉質。其實吼，紙票來講，袂當講紙票，應該講吼棉票。棉票。紙票來講是清朝，迄時才叫做紙票。哈。啊，其實吼，即賣紙票來講吼，有80%吼是亞麻。加棉韌性夠比較不容易磨損，所以以這個來講，你貼泡嘛無啊簡單。對，所以講起來，這來講早期來講，伊也是屬於。哦，這票算第一名之一。係第一名，20年前。啊，即馬現主是吼，最近的我冇查來。好，最近的來講吼，最近來講吼就是這吼，伊這就是吼，我提前介紹吼，東加勒比海，伊這就塑膠的啊，伊這多樣來講吼，第一張來講，伊是伊麗莎白2世，啊，甲因的這個棒球隊員，伊頭前是直的，但是頭前是後邊來講伊是做橫的，伊是做橫的，所以講起來講伊這嘛算講足有特色的紙票。因這大英國協的。嘿，對。哦，是。我知影老師還有炸咱台灣過去舊台票的特立的、特色的，你真濟少年的觀眾朋友唔捌看過，互咱批判一下，看這。直的這個紙票是啥物模樣？直的吼，那咱台灣來講，直的紙票，嗱，第一張是1895年吼，這是佇台灣所發的這個吼，叫做台南觀音票。觀音票哈。對，伊這是吼，就是吼，迄個中日甲午戰爭的時陣吼，咱中國戰敗，台灣吼割讓互日本，啊，當初吼日本人吼要來接受台灣時陣吼，咱台灣吼的百姓一般來講吼無接受。所以成立一個叫做哈，成立了叫做台灣民主國。哈，迄時陣哈，迄個黑旗軍首領叫做劉永老英福哈，伊所發的紙票，這是1塊的，伊這用薄棉紙來做的，屬於台灣第一張紙票嘛是第一張直的紙票。哦，這是台灣上早的紙票。這台灣臨時台灣民主國所發行的。對，1895年。1895。對，到即馬已經100幾年的事啊。是。啊，你若講吼，都來經過吼，甲1895年了來講，台灣吼接受到日本的統治啊。哈。佇個1899年吼，就成立吼，這個台灣吼的銀行。這張來講是1899年台灣銀行所發行的第一張紙票，叫做台灣銀1塊。啊，咱早期吼台灣來講吼，一般攏用兩仔銀。冠係啊，但是啊，冠係啊，所以對這種紙票來講吼，伊的這個使用率，無懸，啊無袂當接受，所以伊這張來講發行的時陣吼，就差不多攏使用3個月攏回收掉伊啊，所以這張足少的，這張來講全世界大概出現40張，即馬這一張來講大概就要到70萬的價錢。哦，這算特色的啊。老師，你著要按得好哦，你著要按哦，阮家是無保全哦。是，這算講嘿，真有心去收藏到的啦。哦，是。啊，若講到舊台票，因為這是日本時代的嘛。啊，日本時代過了就是吼，光復啊，民國34年，咱台灣吼民國35年甲38年所發行的紙票叫做舊台票。啊嘛叫做吼老台票，啊因為吼，這個舊台票其實民國35年的時陣，這個其實吼經濟吼還好哦，經過228事件，造成吼社會動亂，經濟吼一直波動，所以一直發，上大的物件吼壞哦，咱台紙票發到10萬呢，這舊台票10萬呢。哦，這我有看過，10萬呢哦。哦，是，這我有看。好，啊上大的這壞的，上大特色的，甚至有發到100萬的哦，吼。這第來，這舊台票，啊，經過吼，因為尾啊，吼來講，政府佇民國38年看種狀況吼，一直通膨來講，袂使，所以吼，佇民國38年6月15號，伊這舊台票4萬塊換1塊的新台票改版，啊，所以改版來講吼，當初發行來講吼，就是變成講吼，伊有上大的物件吼，伊有1塊、5塊，啊加這個10塊，啊，就是這3種。
吼，就是民國38年吼，這4萬塊換1塊的，吼，就是這個紙票，吼，1塊5塊10塊。啊，伊的特色差在倒位呢？伊特色是後邊吼，頭前色水，甲後邊色水無共。無共款。嘿，所以伊這叫做吼雙色鈔票，啊，吼雙色紙票，吼，這個新台票開始，吼，啊新台票來講吼，伊一直沿用到民國50年，50年最後一版來講吼，伊所發現的紙票吼，就是吼甲這個吼，吼甲這100塊。吼，伊這100塊，你看這無啥吼。當初的100塊吼，一個老師的薪水200幾塊。真大元呢！這2張等於1個月薪水啊，1個月的薪水啊。哦，這真大元呢。啊，差在倒位？這大，這叫做吼大花，伊的中華花率。哦，這伊這叫小花。哦，這大花甲小花。對，即馬這一道水的嘛，攏差不多60萬行情。哦，老師你這今仔日家伙攏炸出來呢哦。是。哦，啊，你得保守就好哦。我小咱認真做節目，無咧甲你保存哦。我要先請教林老師吼，林老師吼，其實是在網絡頂頭大家真有名吼，寫這個顛倒擺字吼，啊，袂使講顛倒擺字啦，叫做鏡像、鏡像哦，反射的吼。我要先請老師你來。給咱介紹，你是安怎開始？尤其吼，我先互觀眾朋友來看者，這你要安尼看，安尼看，攏會使啦。老師，你先給咱解讀一下，這要安怎看？早期咱台灣吼，我定咧廟內面咧走來走去，然後心想事成來講，啊，甲菩薩來保庇的情況下，伊都大部分攏會成功。所以發覺一個問題講。迄個漢語邊它出現的是有一種叫我稱為叫橋接，等於講 A 到 B 的情況下，透過這個物件去互伊橋接。後來有一個物件講，你敢想，伊會記得照你的意思來走。後來我想講，咱台灣過去咱來講新台票啊，大家攏寄望就是招財進寶這個部分。那我也感覺講，咱台灣招財進寶，咱的即馬的經濟體來講。按股票的第7名，按的規個全世界經濟體內面第22名。照理來講，台灣是經濟是非常好的部分吼，包括按的 AI 也好，還是按的半導體也好吼，這種非常成功。但是咱台灣閣另外一個問題來講，亞洲第1名就是按的民主的這個社會，所以我感覺講追求自由民主這個部分，變成台灣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講那。大家物件文字都因為安尼有2種的講法來講，包括看按台灣夢變過叫做愛台灣，所以大家字都有2種的想法，伊會透過橋接的方式，互字甲字之間吼變了一個字。那這嘛是咱台灣留下了一個很好的以漢字為主角，尤其是安尼是繁體字的國家，所以安尼。好處來講，按有足儕字，因為本來過去就是象形文字，那伊有足儕字是有意思的，所以因為安尼關係。啊，你有法度100塊變做箍100折，啊，有當變做啥物無？嘛，足儕物件是都安尼攏做考試一個哦。啊，來看台灣，哈，這台灣無問題，但變過叫做寶島，哈。哦。我的名叫做國慶，哈，國慶變過叫做。台灣，即嘛咱台灣的寄望來講，國客語有一天就是咱台灣家己會讓當家做主來講，安尼無問題的過程。所以這字甲字之間都有一寡冥冥之中吼，或者是以咱台灣來講，按這個繁體字的國家為這主體的情況下，伊孕育出來的一個所謂的綜合性的物件。你這想法是對倒位開始去互你，啊你去料想去想到的，對。我差不多10幾年前出一本書叫《蹲在廟口遇見品牌創意》，這內底攏是廟內面，咱就看台灣足儕廟，不論北港朝天宮也好，鹿港天後宮也好，廟內面足儕藏的很多那種叫螭首，或者是所謂龍生九子，或者是麒麟的兄弟姊妹。因為安尼關係咧，發現一個問題講，過去在這幾百當內面的匠師，因為透過伊的技術內面藏足儕字內底，互你慢慢咧看有，你看有發覺一個問題講，哦，原來心之所向，所以透過這種方式，字甲字之間有藏足儕有奇怪怪的部分，就是安尼去體悟出來啊。所以在2007年時，有一天參加一個會議，感覺足無聊的。高雄是什麼物件？發覺高雄這2個字變過，原來叫做炫惑。
啊，這物件我就完全豁然開來啊！原來伊有伊無共款的。老師，啊，唔要感謝迄，互你開會足無聊迄個人。認真講就是講，因為無聊，所以較會想講，伊的字安尼讀，自古也是安尼讀過，無人規定安尼讀過，所以我就發明，他是維基百科第一個人發現漢字能夠翻轉閱讀。另外來講，它也是第一個近色文字。那另外來講，伊包括也讓變這陰陽文字。有影咧，敢若照鏡共款。照鏡共款吼。老師，啊，我甲你問吼，若個叫你設計這個草紙，你敢有法度100塊啊變過來，敢有法度？應該是安尼，按做這物件是很多隱藏的文字。這物件從早期是歐洲內面的一寡建築師，因為因佮無共款的宗教，你想看覓，按講佛教也好，道教也好，伊的派系非常的多。你歐洲這個國家，這麼多的國家的情況下，因做這派系嘛無共款，所以你的建築師的透過不同的文字去鑲嵌在唱家己要講的代志，唱伊看有的物件。啊，若認真講，像迄武俠小說內面啊，用火燒的啦、白蛇啊的啦，吼，只有他自己的派系他看得懂的文字。所以那種情況下，按當呢專家咧講，迄個各種的所謂的操作，伊的部分事實上創作者這個國家伊特殊的民俗也好、建築也好。有名的部分也好，包括按作者是原住民的過去的很多文字，事實上可以鑲嵌在裡面，變成按台灣足特殊的、很神奇啊！看這鈔票除了好看之外，原來創作者按過去這麼長的歲月裡面，有一寡文意來對哦，這有意思哦。所以按呢字甲字啊，會變過安怎讀，近色安怎看，包括這個鈔票的製成，包括像透過透明的方式，無定去看無共款的字，所以這很多神奇的密碼。這我公開甲這個中銀行來推薦講林老師吼，來讓來處理一下，看有當來設計鏡圖一下，吼。無問題。但是我要申請吼，這個照吼來甲咱講吼，那日本伊講伊頭一擺吼，家己愛炸錢來的，迄上節目啊，你今仔炸啥物寶貝來？今仔日吼，我在迄個咱講即個日本的迄個日元啦吼，咱即擺即兩張，吼，即兩張呢，我即擺倒手邊即張呢是舊的1萬塊，哈，福澤諭吉，好啊，正手邊即張呢，這是新的，哈，新的或者那個就是那個什麼那個伊本身啦吼，龍澤則義啦吼，因即兩個吼，啊，即擺吼，咱就講啦吼，大家就會問講，啊，為什麼？咱這個紙鈔啊，吼，為什麼算講20年愛去換一遍？吼，啊，迄當中我就去問啊咧，問講為什麼你20年愛換一遍？迄度啊，這個福澤諭吉啦，吼，伊個連續兩遍攏得到1萬塊的迄個寶座，你知道？嘿，啊，因為第一遍福澤諭吉出來的時陣，迄是1984年，1984年，然後20年了後呢？伊個來迄個2004年，因換一遍規改善了後，佫刷來2024年，伊較落台，所以伊坐40當，伊坐位40當，較刷來較即個澀澤榮一，互較換伊起來，換伊起來時陣，即馬開始換這，啊，大家去講到底是安怎愛換鈔票？咱頭拄仔咱的迄個算講節目內底新聞台內底有講嘛吼，就講哦，你安尼做這吼，迄換鈔票無採錢啦吼，佫換新的。其實迄是有原因，什麼原因？第一個吼，因為你知這兩張吼，這兩張有啥無共款？你知道？主持人，你有注意看無吼？伊這兩張啊，這個是舊的嘛吼，這有鐳射，吼啊，這張呢，這張嘛有鐳射防偽。我你知兩張的鐳射防偽差大咋？這個啊，澀澤榮一啊，吼，咱講這個歐吉桑啊，吼，你安尼看，你正手面啊看，伊目睭甲看你。啊！你安尼看，伊目睭會看你。哎，有要求。伊真正，迄就是3D。有影。吼，你即馬你啊厝誒吼，有即個新的1萬塊吼，你摕出來看，伊會看你哦。啊，但是咧，即張你看伊誒範圍，干那佇遮爾。這就是叫技術不同。吼，啊，技術不同是安怎？我愛需要這物件，因為咱20年內底，你知科技發達到偌緊。你即馬你也閣繼續用即張。啊！我即擺要做假鈔票，我是毋介好做，因為我開始我就知影講你要安怎做啊咧，所以一定要緊甲換。做甲目睭頂的，目睭頂，而且哦重要。咱頭拄仔是講有這種操作，其他國家敢有這種目睭會底咧訛的。其實咱台灣紙票來講吼，都其實我們做先進來了。吼，我台灣紙票我嘛早來了吼。好，那
拿去老師講的吼，嘿，你想這咱台灣1000塊來講吼，這張來講，咱即馬這張是很主席的，吼來93年的，吼，同款咯，伊有鐳射標籤，對吧？但是問題，這張白馬1000的吼，伊這是由民國88年辦的，伊敢黃緯線爾，啊，為什麼要改版？因吼，伊經過這時間來講吼，紅鬼刷。對，所以加這個吼鐳射標籤出來來講吼。但是因為日本那是轉色導影呢。嘿啊，其實咱這來講吼，咱都加個啥你唔知？加個變色油墨，咱這邊看起來吼是藍色的，這邊看是金色的。這一種來講，所以咱來敬拜因攏安尼咧變就是這。啊，伊看迄個色有啥物無共款？啊，你若要辨別這真鈔偽鈔，你就來看這啊，看這個圖啊，你愛開始看，你若無看，你安尼看時陣，而且吼，你即馬這鈔票你看中的有無？中空空對無？你即馬你也對迄個電火去照內底吼，伊內底有一個人頭會出來，所以伊內底做真儕迄個算講防偽的這物件。為什麼做防偽的物件？因為吼，你知影全世界上高做迄個偽鈔，哪一個國家你知？北韓。哦。北韓專門去做偽鈔，好啊，因開始做偽鈔的時陣，因需要啥物？因為咱頭拄仔講的，為什麼中央銀行？伊甲你講，我干那用寫字，我無甲你講，我是要安怎讀，因為我讀先，互你知影。哦，啊，夭壽啊！啊，即馬這所有的這偽鈔集團就開始哦，咱來開始看要安怎仿啊，你知道？對，所以講，你有講日本因這個物件，因這個鈔票要公布的時陣啊，伊嘛是甲你講，我當時要創，伊甲規個攏甲真正攏弄好啊，伊才甲你公布。為什麼？我這個錢出來的時陣，人就開始講啊，要開始改啊咧。吼，啊偽鈔集團就開始要做啊咧，所以講這個物件新重要的重點就是講，為什麼20檔愛換一遍？日本的原因就是安尼，第一個就講，我來講我20檔要換一遍啦，所以吼，你這個偽鈔集團哦，你也要做吼，你安尼真正你對袂掉我的迄個算講我的技術，這是第一點。啊，第二點是安那，因為你看，因即馬年歲大人吼，用鈔票的人較濟，所以你注意看吼，這日本的這設計內底，你有發現無？這是數字啊，這是舊的，1萬塊的，迄個數字，這較細字有無？啊，這有無？介大字的有。有影咧，這咱天陽講有當伊向向看都看唔到去。對唔對？所以講，因這設計內底，佫想着講，即擺用紙鈔的吼，迄個時大人較濟，所以吼，咱字就較大字的，咱莫較遮細字。你看，20年前是遮細字呢，就要變遮大字呢。哦啊，所以講，伊所有的物件，所有的設計。有兩個重點，第一個就是甲你偽鈔集團甲你講，我來講，我定定會改，你就較細膩的。吼啊，第二點，因為我的印鈔機啊，迄固定印鈔機，絕對固定的迄個模啊攏佇遐，20檔愛開始換新的。我要換新，我規期我改版就好。吼，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就是講，即擺社會啥物人開始用紙鈔較濟，我的設計內底，我一定愛加入，互這個紙鈔要用的時陣，通啊看較清楚的。所以講日本因的改鈔的，伊個原則就是安尼。是吼，但是講到這，為着20年要防偽，不過我也要來請教王老師吼。因為即擺大家一直強調講，哦，數位支付啦，哦，用這路卡的啦，還是用什麼配啦，紙鈔鈔紙還是這個實體的這個錢，啊，還有地位，啊，還有明天嗎？當然還有，大家分幾個部分。我先回答一下錢的部分。哈，剛剛有介紹大概要花500億台幣。那央行有說，那是因為加入硬幣，硬幣大概要400億，這回都不做硬幣，所以只有100億。哈，那100億什麼概念呢？是啊，台灣的外匯存底是6000億美元，因為這樣子操作。每年上繳國庫是2000億台幣，所以100億怎麼是2000億的1/20而已。而且如果你是分年去做印的話，那你像現在20年沒改版了，所以1年才5億台幣，所以應該非常非常非常少，所以成本應該不是問題。這生意也好了，對吧？然後再加上剛才老師有講到說。因為你會改版，所以那個偽鈔的版也要去換，所以你一直不換版，那麼偽鈔集團的偽造就會越來越高。這第二個要說的。那第三個要說的是，
那無紙化，之前我們也不斷強調，像我們現在最普遍無紙化的，第一個是北歐，第二個是中國大陸。那中國大陸現在還是有人民幣啊、毛幣、紙鈔還是有的。那第二個來講，在過去幾年已經證實哦，因為像我們是研究中國的，像鄭州水災的時候發生沒有電的，所以你那個電子那個支付寶、微信支付都不行，所以一定還是需要紙鈔的流通。那麼展望未來的話，因為現在美國要發行美元穩定幣，那這個東西到底會走成怎樣也不曉得。所以在台灣央行現在有所謂的數位新台幣，有點像是央行發的數位貨幣。另外一個是類似美元穩定幣，是由各個銀行或者公司，像台積電都可以，它有足夠美元，它就可以發美元穩定幣。所以到底未來的電子貨幣要怎麼走，現在也不曉得哦。所以現在當然還是需要紙鈔的存在啊。其實王老師頭拄仔講的吼，咱佇譬如日本北海道地震的時陣嘛，捌發生過。北海道迄當陣啊，伊地震迄個伊規個算講伊個電廠規個停起來，停起來了後，包括迄個啥便利商店啦、啊超市啦，攏無法度叮當。啊，你無法度叮當問題，你即馬就變到安那？我便利商店內底有物件，但是我要賣袂出去，因為咱大家就提出來講，我 QR code 要掃，要 QR code， 啊就無法度 QR code。啊，無法度 QR code，我物件佫袂使便互你，所以講，甲迄當陣啊，你的現金算算作唯一的救命的所在。所以講吼，迄當陣啊，因就開始發現一件代志，講像日本的銀行內底，因做一件代志，因就講，雖然講咱知影即馬電子化真重要，但是咧，我發鈔的迄個量，袂講像古早安尼發甲遮爾濟，因遮對半折，但是伊講鈔票。嘛是各有伊的需要佇個，你也無法紙鈔的時陣，你萬一若停電無法度用的時陣，啊，你的電子化，你這個電子的錢包攏無法度用，你嘛是愛摕錢出來。老師，王老師，我佫加一個問題吼。咱一個身軀的這個鈔票要換新換舊，敢有一定的比例？比如講今年鈔換百分之幾，明年換百分之幾，還是講不管？我今年我有能力，我就印較濟就等入去，還是有一定的這個規矩的。這個好問題。大家第一個哈，最極端的是印度。印度在過去忘了前幾年吧，有一次很霹靂的就全部換掉。2016啊，廢鈔。那最主要是為了要打擊貪污啊。因為你把你家的舊鈔都要拿出來，那就突然發現為什麼這個人都這麼官員這麼多錢在家裡，而且是舊鈔。對，那你舊鈔完全不能用，所以你不換的話就完全不能用，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做法，像英國大概就換了5到6年，甚至更久。他怎麼做？他等於廢掉，就用舊破損，那同樣我再印一張新的出去，所以它不是完全的一次去替代。就是壞了，我就放新的，然後回收一張舊的，所以這樣的過程會比較久。那一般來講，慢慢大部分都是採取逐步替換，那大概要花5到6年的時間，才能夠完全的替換完。這就是，但是咱台灣差不多嘛是用5、6天的時間來換吼。但是不過即擺新正頭舊年尾，大家上愛的新擦擦的。這鈔紙啊，迄個味閣好片啊，看起來閣大版哦，哦，是大人摕閣樣樣吼。我們來請教吼，洪老師。是。你即擺手頭摕到的吼，除了咱他所看這1895年的這個老鷹服吼，因咧發行的之外，在日本時代的這個錢到打即擺為止，你這個收藏的這個價值是用什麼來做標準來講？這個較罕見，所以較值錢，還是講這個有的人是挑工收迄種，不是叫偽造哦，是講叫做破損的，還是講這個較奇卡的，這較值錢，是安怎來算這個值錢無值錢？第一吼，就看吼，伊這個稀有程度，真罕見的。第二就講吼，看伊這知名度。咱們聽過以前吼，古早人攏講吼，你拿青仔髒嘞，
啊對，吼代表講你這人講袂輸，都是做鈔票真有錢的感覺安尼哦。其實吼，若講青仔粽吼，這張都是真。這就青仔粽。這張都是日本時代青仔粽。啊，這青仔粽本人。為什麼呢？青仔粽本人。伊這100塊後邊吼有2張青仔，所以叫做青仔粽。來啦。對。啊，你看100塊來講吼，當初吼一個老師吼薪水差不多25塊左右，所以這張當初來講等於吼一般老師4個月薪水。所以相對吼第伊的知名度有。啊，所以咱馬人青仔粽就是講哦，你有4個月月給哦。嘿，意思講袂。形容這人吼財大氣粗的感覺，哦，真臭屁了。古早人的形容就是講，啊，你拿青仔粽的，其實就是一張。哦，這青仔粽本人哦。是。一般來講吼，青仔粽像這吼，一般攏足舊的，像這新的吼。這真罕見呢。足少的。嘿，啊，若講要講價值性的吼，咱台灣來講吼，較價值紙票來講吼，咱主體來講吼。新台票來講，有分吼本島券，吼啊，甲即個外島。外島券。外島券來講，一般人所知影來講吼，就是知影講。鏡頭啊，佫有鄧英來。對，就是講啥金門媽祖嘛。誒，金馬凍落。對，其實吼，佇迄個媽祖吼誒面頂吼，大概500公里的所在吼，迄時陣來講有一個所在叫做大殿。大殿啊。對，但即擺咱們聽過嘛，叫做大城驛。大殿驛江山啊。對，大城驛包，大城吼。迄時陣來講吼，佇民國44年吼，因為吼迄時陣戰爭嘛，啊大殿吼借用吼美國第7艦隊吼誒掩護聲吼，撤退。去個接來誒。對，啊所以這大殿的錢吼，伊嘛專工落去斷哦。啊斷完來講吼，佇倒位呢，家人的碼頭吼，以2塊的大成幣，甲你收，嘿，所以攏換掉，所以伊這存世量足少的。哦。所以你看這吼，4張一組是1角、5角、1塊甲10塊。誒，這我看這咱。劉委員副主委因兜看有無？劉文健吼，因兜就是大殿啦。哦，安尼哦。是啊。哎，那我要注意咗。劉副主委看因兜有無吼？啊，甲洪老師湊吼。是。伊這人水的一套200幾萬哦。一套200幾萬。是啊，250萬。老師，你敢談我坐一下？誒，正歡喜甲大家分享啦。哦，真正是哦。是，啊，所以就講。我安尼規個臉白攏安尼金色是吧？物以稀為貴。哦，啊，你若講要講特殊的吼，啊，我嘛都有摕2張吼，咱即馬算吼各位觀眾吼，逐工幾乎攏咧用的哦，吼，來我摕即馬100塊，互大家看吼。那即馬100塊吼，是咱即馬很主席大攏咧用的嘛，對吧？對。但是有貓膩哦，為什麼呢？伊第一版來講吼，是這張是民國吼89年所發行的，但事實上來講呢，咱這張佇民國100年來講吼，伊嘛發行一個紀念版，伊叫寫。吼，建國100年紀念。吼，所以這張來講就較特殊啊哦。啊，特殊所在來，這2張號碼全部攏切。哦，7 lucky 7，我號碼，出名號碼。後邊這哦。哦，全部號碼都是7。哦，它號碼全部都是7。啊，所以咱來講吼，紙票來講吼，對我讀了對出名號，這出名號。啊，這叫出名號。變體就是印歪去印偏去，迄我嘛有收藏作者，啊，我不知來，我是。啊，所以像這來講。特殊的來講，啊，你講伊的變體出名號，吼啊種所謂的樣章，樣章就是吼內部存檔的紙票，饋贈外面紙票，這種較價值。啊，所謂的樣章，它上面會有加蓋樣章。就是佇中央銀行內面呢，嘿，存檔的存檔的，嘿，無摕出去外口發行的，啊，但是留出來。啊，對。哦，但是老師，是紙票較值錢，還是銀角較值錢啊？一般通常來講，應該是你若講以硬幣來講吼，當然是金幣啦，金幣。哦，因為即馬金幣來講，銀幣計小管嘛。啊，你若講一般的話，以那個金屬的哈錢幣的面額哈，當然是紙票較價值。因為一般來講吼，硬幣就是所謂的藍山錢啊。哈，對吧？你咱即馬使用來講，上濟嘛個50塊爾。哈，一塊5角，1塊5塊，10塊50嘛。但是你看紙票來講。都100還是？人伊就是100、200安尼咧比啊。500、1000啊，甲2000啊。所以通常來講，以這個價值性來講，一般紙票吼會較價值。會較價值。啊，那像迄個民國初年迄種彎大頭咧。彎大頭來講，即馬行情一條差不多4、5千塊。哈。啊，這樣來講，當然比伊即馬伊的銀的價值嘛有較懸。啊，嘛有比就講哦，迄陣蔡鍔佇芬蘭的，伊嘛有家己做家己的蔡鍔的頭啊。迄種的甲這種操作比起來，對種較價值。你講迄個
唐繼堯嘛，嘿，董濟堯啊，唐濟堯對，迄是廣西的都督對，對，對。啊，像迄種，伊那迄個唐繼堯都督那個價格無俗哦，迄一粒即馬以唐繼堯來講吼，伊即馬一般來講是用大概出半圓爾較細粒，迄即馬就行情嘛5,000-6,000塊了哦。唐繼堯的，迄所以講起來講嘛，但是一般性來講，也是炒紙較價值就對。一般來講起來，嘿，是紙票較價值，紙票較價值。通常的會通常的，一般性來比啦。一般性來講是紙票，啊，你若講是稀有性價值的來講是以金幣甲銀幣較價值。通常的來講是紙票。啊，那世界各國來比起來，倒一個國的這個炒紙較厲害，較價值。美國。美金較芳就對啊。美國伊算吼強勢國家來講吼，對紙票來講吼，儕人算，啊儕人收，啊相對伊的價錢較懸。對啊，你想講美國來講，伊上懸的嘛，包括1萬塊美金呢。啊，是。1935年的。嘿，啊你講迄個大蕭條的時代。對，你講1萬塊美金來講吼，迄個伊匯率就30幾萬啊，吼。哦，嘿，對。啊，當然加上歷史價值來講，即馬往下一張攏愛過了8萬以上。啊，咁我們咧比這個炒紙頂頭的設計，哦，這張同款8值，但是我這個設計較好，所以較有價值。你若講設計來講吼，是講針對吼它的趣味性。錢啊，你看價值來講吼，主要是看伊的稀有性，讓迄量少價小的懸，物以稀為貴。我這題個哦是咧替林老師問的，若是有林老師咧設計，看有較價值無安尼？哦，是，有啦。你若講是名師加持，當然是有差啦。哦，林老師，你即擺手提遐印出來，你互咱觀眾朋友小來欣賞一下。哦，迄個。我對台灣的這兩個字吼有特別的感情，所以我做愛選安尼字，想安1、2、3、4、5、6、7、8、9的變台灣，好，所以這個物件來講，安尼甲金屬甲安尼數據有小可關係嘛。哦，安尼想着講幾當前的一個網絡，迄個葡萄牙依照一個金幣的佛摩薩台灣，因為伊迄個物件就具有紀念價值性在。好，原來台灣的情況下，我就真重在所謂的，免啊透過中文加英文的交疊，吼來講，像 Hello 台灣變過去台灣，吼，這早期10幾年前的時候，吼，這網絡上的非常的成功，真流行哦。然後，當迄個安尼工作人員講，咁樣現場寫書法，我無才調啦，吼。但是我感覺講，我馬上寫一個字來講。按今年講馬到成功，馬到成功，變過變做喝酒平安，字甲字之間有一寡感情在的，所以我做這物件攏透過所謂的安尼漢文加英語，變它交疊，像這個喜變了 hello， 然後這個so 變成 happy， 然後安尼。路叫做 money， 甲有錢有關係，這個虎的部分就會變得 lucky， 所以安那透過所謂的台灣的優勢來講，安尼故事講為招魂，安尼繁體字寫為完整，迄個繁體字的部分就幾乎就按台灣人。代表全世界內面的最重要的定位，所以在設計部分的情況下，我想大家攏做個專家，攏在講所謂咱的價值。我講較情懷部分來講，咱若去到一個國家，咱來準備護照之外，咱來準備迄個國家的錢，吼，迄個錢內面就包括迄個國家的歷史、因的建築，包括因的各種的神奇古怪。包括安尼水果也好，鳥獸也好，都是安尼。所以講，這幾當來咱台灣多元社會，所以安尼錢還嘛是安尼。但係我感覺個人唱歌啊，這所謂的跟台灣在地的一個人文加相關部分，變得咱下來咱國家的情況換安尼錢的情況下，伊有一寡會當講故事，咱台灣人嘛會當講故事，甲這全世界這個人來這分享。我感覺設計是一個最重要的這個國家的代表哦。林老師。那對漢字來出發吼，其實日本嘛真濟漢字哦。那麼日本字有可能照安尼來同款來設計啊，唱這個藝術在內面嗎？你會感覺？漢字的所謂的影響出來國家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咱看韓國人到即賣因來寫政治的時候嘛寫漢字。好，因為
迄個這邊漢字是足重要，但問題是講，咱台灣是一個所謂的全部漢字的集合的所在，所以咱維持得非常的好，保護得非常的好。後來我的做法來講，發覺漢語會讓足濟的可能性的連結，吼，我感覺的連結安尼吼，所以安尼。鈔票啊，撒出來部分有創作者漢字的交叉，甚至神奇，甚至密碼。我相信這物件應該是做嘛做有可能的，包括做者所謂防偽技術啦，燈光照啦，還是各種的所謂的近色啊，伊的字會造出一寡趣味的部分。而且網絡我看到足濟人在講，這張錢甲這個錢甲這個錢藏起來變成一個台灣島，吼。AI 時代，所以大家老百姓就感覺講，我嘛要參與到，所以大家做為 AI，咱台灣只是安尼。我相信民主社會是大家攏會用充分表達伊的想法。我感覺嘛做非常好的大部分哦。佫到拜五，佫大家愛當投票。2月13號，咱節目播出，佫過兩天，佫截止吼。我相信林老師吼，嘛會當來參與啊。總有一天哦，無得甲咱看到咱操作頂頭有林老師的這個大作哦。迄個過去到香港，甲香港的設計師，到澳門，甲澳門的設計師，因攏甲交流的過程，攏殺出一張鈔票來甲你相換，迄是設計。你就感覺講啊，有做設計一世人，後一天會當變做所謂的鈔票的創作者，我相信是迄個祖墳冒煙哈。袂啦，應該照重你的才能啦吼。刷來要來請教吼，咱。就吼，我看這日本的這個演吼，伊講伊是3D 全息投影，是全球首創，這個紅仔頭啊，角度會對你轉，啊目色會對你夾，而且吼，這浮水印哦，內面的紋路真幼吼，而且吼，伊這個色澤容易哦，是1萬塊的主價吼。伊殖民時代主導對韓國的經濟侵略吼，去互韓國人抗議，所以發行的初期哦，自動販賣機甲售票機哦，未來咧升級民眾使用不便，這嘛是拄着阻擋的吼。的確吼，伊這有迄個阻擋，迄個算講即個色澤容易吼，其實伊開了真濟，算講佇日本吼，伊算講是一個經濟的一個大企業家。迄個韓國的中央銀行就是伊開創的。伊開創為蝦米？迄當陣拄好日韓拄好合併，所以講伊去開創迄個，為蝦米？互韓國人來去反對伊，就是安尼。伊開創的銀行後來是啥物？佇台灣吼做那個第一銀行，第一銀行後來呢，就是現在叫做瑞穗銀行，這是伊的一個真重要一個故事。因為日本人去設計伊這物件的時陣，伊這個找這人物啊，伊大概有幾個做法。1984年進前，找攏是算講，比如講鳳江的啦、新威啦，比如講迄個算講那個聖德太子啦，找這來人頭來做，因家來做。1984年了後開始就是講，我開始是咪找一寡政治人物，甲一寡文學家，所以迄當陣啊，咱就頭拄仔講的，這個算講福澤諭吉，迄當初1984年就出來，伊算講是一個真重要的日本的一個文學家跟現代化的人。到後來就是開始就講，比如講上新的這個5000塊，這是日本第一個留學去外國的一個查某。所以即馬就是講，日本人開始就講，我人頭我開始愛換，比如講文化人啊，等之類的這物件，就開始開始做。當然。因為咱頭拄仔講的，因為咱即馬都因為我要防偽，我閣驚即個算講偽鈔無共款。以早吼，我即馬摕即個，這是日本的500塊。你知影這500塊的即個迄個舊的即個500塊的銀角啊，甲咱以早50塊啊，伊正經的設計重量差不多。所以你50塊，你甲落去迄個啥日本的迄個自動販賣機，伊有當時會感應。為什麼就是伊開始愛改，包括伊這個 size， 你知影這 size 吼，伊這個寸尺啊，攏是財務省咱的財政部，伊決定了後講，較甲設計師講，我就是要這個寬偌寬，要長偌長，你較用這個物件去設計。為什麼要安尼？因為伊愛規個就是驚你的這個偽鈔啦，驚你的物件是講去有重複過，所以伊攏有這個一個設計。當然啦，
伊啊，這個新的鈔票出來的時陣，會遇到一個上大的問題，咱嘛知影嘛。我想，紅人嘛捌定定去日本吼，你食拉麵的時陣，拉麵伊是毋是攏愛用迄個那個點餐機哇？嘿，啊，伊迄個出的一個狀況就是講，啊，靠腰啊，即馬這新的1萬塊，甲舊的1萬塊。舊的1萬塊落落袂行，袂行啊，袂食。嘿，啊袂食，所以伊當陣啊，伊這個要過渡的時陣真趣味。迄一個咱那個店的迄頭家吼，徛迄個自動販賣機邊啊，甲你換，嘿，我還甲你換鈔票吼。啊，大家就講，這換鈔票這樣代誌吼，就可有一個我定定迄當陣啊換這個新鈔，迄個24年的時陣，大家攏問我一個上條問題，講就我問你吼，啊我即馬新鈔咧，啊我這張舊的。無法度用無，吼啊！結果我就甲伊講，即張吼，你其實你過20年你也要用，伊也會行。你若講叫，比如講咱即馬等着國慶老師，我講，國慶老師來買一個吼，啊咱1萬塊安尼，伊嘛是愛收，這算講無限期。啊，比如講，佫較頭前，咱頭早毋是講有迄個聖德太子。我一來甲洪老師換，無得甲換較濟。我是想要換迄張青仔粽，你知道？啊，然後就是講啊，包括就講你像講日票的迄個1萬塊的，依在聖德太子，即當陣啊嘛是1萬塊的價值，所以迄是無變。所以講伊即馬日本人就是安尼，啊變到講唯一的問題就是他拄仔講的，因為我所有的物件攏自動化了，我若要用這個鈔票去買物件，要去自動販賣機的時陣，無愛食，無愛食。這開始第一上大的問題，所以這新印鈔紙吼，其實產生了真濟問題。咱睇啦看到吼，印度一變做經濟休克，吼，我規個攏無去。啊，澳洲嘛是安尼，原住民文化的設計吼，結果保皇派咧評論講，破壞傳統。但是我所知影，中國吼，伊攏用啥？伊攏用少數民族。伊去參加人大會的時陣啊，共翕相了後講，即個工農兵啊，攏翕個頭像佇，啊無就毛澤東。那民主國家是攏較軟的，較文化性的。啊，若是較極權的國家，攏是較威嚴的吼。老師，這個鈔紙到底在整個這個經濟這個體系內面，是毋是算講到目前為止，還佫無法度完全來去掉？還是講應該長久以來，可能10冬以後，會慢慢就無去，會變做另外一種有這個變化的。第一個來講哈，回到剛才主持人講毛澤東哈，毛幣哦，他們的偽鈔就有很多啊。那第二個來講，他們因為這樣子，過去其實20年內平均5年改版一次。對，因改版應該真正。對啊，比我們還快。我們這24年還沒改版，他們每5年改版一次。最新一次改版是最近的，2019年跟2020年差1年就改版。所以不只是民主國家要改版，那其實威權國家也是要改版。因為偽造的鈔紙足濟。對，那第二個來講，除了改版，除了剛才幾位老師提到的防偽之外，很重要的是紙張的技術也不一樣。對，過去的20年前的紙張的紙質跟現在都是塑膠或有點塑膠材料不一樣，所以技術不一樣，那你當然貨幣要改版。第三個回到剛才主持人有提到的，我覺得20年或為什麼20年？我覺得它是一個世代。我們現在台灣現在經濟就起飛了，那個股票今年就可能坐7望6全球的市值。在20年前阿扁剛執政的時候，台灣還西進，所以整個情況都不一樣。然後20年前那個剛出生的現在都成年了，所以為什麼不可以讓大家去決定新一個世代的貨幣，而要繼續沿用過去40年、60年？當然，每一次的決定當然就會有政治的紛擾嘛。因為以台灣來講，前陣子不是叫台灣101還是台北101，所以到底你紙鈔上面要放什麼圖案，那一定都會很大爭議。那最後來講，紙鈔應該是很難替代的。即使像中國現在全面發行數位的人民幣，它的紙鈔的量仍然是電子貨幣的不到幾百萬倍啊！所以電子貨幣有它的需要，跟大致上
大家仍然是需要紙鈔的。這應該很難替代啊。這是必要性啦吼。老師會當甲咱講，伊的必要性是作為貨幣一種標準，還是講作為一種輔助？伊的角色是啥物？是穩定作用，還是講，比如講咱他所講的老大人、細大人會當使用，啊，維持這個貨幣交流的這個穩定性？我們來講貨幣時，回到貨幣的價值大概有3個。第一個價值是交換，就今天呢很談到交換用就用，所以這個部分電子貨幣越來越多，或者 QR code 越來越多。第二個是它當做計價的單位，那就不管，就比如我們簽約的時候，比如寫1美元還是1新台幣。最後一個是價值儲藏的部分。像洪老師這種，那現在大家都知道，像比特幣它的波動很大。那麼你如果是由央行背書，像數位人民幣，那就會有隱私性的問題。所以為什麼美元或者數位美元，或是數位新台幣或數位日元會卡關？因為你會被追蹤啊，只有威權國家不會追蹤嘛。可是你沒有央行背書的貨幣，你的價值儲藏就會出問題。所以到最後就搞到還是必須以紙鈔為主，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回到我們之前也討論過的數位新台幣的問題，台灣容不容許數位美元在台灣發行？這簡白講了吼。然後台灣容不容許數位美元在台灣直接美元穩定幣在台灣交易？這問題就大了咯。對啊，所以可能到最後你還是在一個法定限制底下，紙鈔還是看得到的啊。因為就算是紙鈔流通的時代，我們也知道阿里山那時候陸客多，也都還使用人民幣。更何況如果全部都是電子貨幣的時候，那我們的央行怎麼去監控台灣的貨幣流通？所以在法定底下，各國應該還是會發行。就是抓鈔也還有一定的穩定作用吼。洪老師，你這裡面收藏裡面，敢有除了咱台北以外，其他國家，頭仔講斯里蘭，這種較罕見的這個國家的這個鈔紙，那真少，像普勞這種較小的國家，還是聖多美普林西比，因嘛有家己的貨幣嘛？對，有嘿。因的中央銀行是發行啥？你手頭敢有？我柬埔寨來了，可袂到呢。其實真是一般一寡這個島嶼的小國家因人無濟，但是因的紙票有陣時會委託國外來印，印了白水，就是以鳥語花香，小動物的題材。為什麼呢？因安尼來講會吸引世界各國的收藏家來收藏，敢若郵票的意思。對，會增加因的外匯收入。所以咱個看足個小國家來講，因的紙票來講弄印了足水，很有特色。你像我頭查來這個你像這張來講你像這來講，這嘛就是啊，伊這嘛是屬於斯里蘭的，伊這是免了500。頭前來講伊嘛是例如講，伊這天堂鳥啦，後邊來講他們屬於他們的稀有的花蕊的一些造型。也花蕊哈。對，邊仔來講昆蟲、蝴蝶，就代表因國家，雖然是國家小，但是因的動物、生態，他們會特別強調。即馬上熱門的倒一個就是講馬爾地夫的紙票。伊上大來講物件是1000塊，但是伊後邊來講。馬爾代夫馬爾地夫。按照迄個麥都啊，迄個香港迄個艋舺迄個馬爾代夫啊。度假勝地。度假勝地。對，伊個1000塊，你講後邊嘛有一隻海龜，綠蠵龜。迄張來講，即馬在網絡票選來講嘛是前5名來。所以雖然國家為小，但是伊紙票來講設計來講，它會特別講究。第一，增加收藏家的興趣；第二，就是講增加國家的外匯收入。嘛稀罕。是，嘿對，嘛增加伊的知名度。所以但紙票來講設計較水來講，其實除了伊的價值性之外，嘛會增加世界各國對咱台灣紙票的認識，了解。老師，若照你安尼講應該請林老師來設計咱的這鈔紙頂頭有大節點的這晶片晶片頂頭有字頭來寫呢，講台灣就是晶片國家呢。
the island of silicon， 安尼，夠有可能？我相信台灣這邊技術愈來愈厲害啦，所以迄個既然信用卡攏有法度克服這個問題，鈔票嘛一定有一定程度會當安尼處理。那我感覺台灣應該甲咱特殊的人文的歷史，包括過去的漢文化，包括咱即馬原住民的這個足沉穩的所謂歷史的過程，應該係經歷過做完整的。按大家跟我講，我高雄有一個叫做那個萬山的所謂的文字，哈，比如像按呢。花蓮也好，台東也好，伊有一寡所謂的那個巨石文化，迄石頭足大粒，然後邊啊一個小坑，一當365天有一工會迄個光線照下去，這個台灣這個傳奇的部分，包括。